過咗10個月啦，植髮之後啦，頭髮狀況咧非常之良好啦，超乎咗我預期嘅。本身我植髮嘅目標咧就係我額頭嘅位置啦。你而家都見到我額頭位置其實都好明顯出翻啲髮線出嚟，亦都啲髮量亦都生翻晒出嚟，個效果同我預期都比較高嘅。咁成個植髮非常之正面啦，俾到我自信心啦。因為係未植髮之前，個人會成日有個顧慮啦，覺得甩頭髮啊，個人開始冇自信啊，行路都會耷低頭咁樣啦。但係而家因為經過咗植髮之後，啲頭髮生翻晒出嚟咧，個人咧行起上嚟，個人都精神咗啦，都會抬起頭去行路啦，個人俾人感覺自信咗、開心咗。植髮之後呢10個月啦，咁我最得意嘅事咧就係我會不停咁照鏡啦，重複對比翻自己喺植髮之前同植髮之後嗰個效果啦。就算植髮咗之後都好啦，都會不停去照鏡嘅，就因為會不停睇下自己嗰個演變係點啦，生長嘅情況係點樣。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成個過程之後嗰10個月係最得意嘅地方。咁另外最難忘嘅事咧，就一定係做手術嗰下嘅，未試過啊嘛，有得程序要做啦。咁當然成個過程都好舒服、好安全啦。咁啊，但係亦都係最難忘咯。過咗呢10個月啦，咁我一啲唔舒服嘅狀況都冇嘅，甚至一啲敏感啊或者唔舒服啊、頭痛、頭痕嘅情況都冇，亦都全部都好正常咁樣生活都冇問題。整完之後，其實呢10個月一啲難度都冇，其實同平時處理頭髮啊、沖涼啊、洗頭都一樣嘅啫，都冇特別任何嘅處理方法嘅，好輕鬆嘅。如果有啲朋友對植髮呢方面係有需要嘅，我係積極推介做植髮呢個過程嘅。我覺得成個植髮啦，包括手術同埋之後嗰10個月啦，其實非常之安全，亦都有效果，係做到你想要嘅目標啦。如果有朋友真係需要呢方面咧，植髮係一個好嘅方法嚟。喺未做植髮之前咧，咁我都有睇過坊間一啲消息啊，或者對於植髮一啲嘅唔好嘅方面嘅嘢啦。咁多數都係你嘅敏感情況啦，可能會有啲起紅粒啊，因為你植髮完嗰啲位置啊，會可能出疹啊，或者一啲頭痛嘅現象啊，一啲唔舒服嘅現象。但係喺我經過呢個植髮成個療程之後咧，我係完全冇呢啲嘅跡象出現過嘅，咁啊完全抵消咗對呢一個植髮嗰啲負面嘅嗰啲疑慮。咁啊喺我成個植髮嘅過程入邊啦，想講嘅就係包括醫生啦、護士所有嘅團隊啦，幫我做呢個植髮療程就係服務非常之好啦。亦都對我好貼心啦，因為佢會好詳細咁去解釋同分析我依家個頭髮嘅狀況啦，然之後話俾我聽我需要做邊個位置啦，會點做啦，個手術嘅程度係會點啦，一切嘅嘢咧都同我講解得好清楚啦。咁令我亦都好安心，做手術嘅時候都好放心。喺成個療程裏邊，其實我都非常之舒服，非常之安心咁去交俾成個團隊去做，令我有呢個咁嘅效果。